早点睡吧。啊，再喝最后一杯。不喝了，都大。再喝最后一杯。啊，走吧，回去休息吧。 Give me 5。啊！芬妮，对不起。其实我就是替我的好朋友试探你一下，没想到你还挺坚定的嘛。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招待。我先休息了，晚安。晚安。 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，无端的去回忆，独自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芬妮，对不起啊。别说对不起。其实这些天我还挺高兴的，只是我也是个骄傲的女人，我不能忍受一个男人爱别的女人多过爱我。之前叶波放弃我，是因为家里的人，这一点我还算能勉强接受吧。但是你不一样，我不可能就这样惨败给另外一个女人，所以，我决定放弃你，找更适合我、更爱我的男人。那祝你早日找到爱你的那个男人。希望如此吧。就算找不到也没有关系，我还有我的事业呢。我的经纪人已经给我签了几个广告，还有个大制作，是陈姐投资的那部戏。我已经把我的经纪约全都转到她的公司了，挺好的，我觉得。那这正是你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啊！祝福你。我喜欢并且热爱我的事业，我一定会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李欢，我走了。你要记得，我永远都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我会的。对冯峰，我还挺羡慕嫉妒恨的。羡慕也好，嫉妒也罢，那个蠢女人，远在天边呢。
李欢，叶家我是见识过的，你一定不要放弃，继续加油。芬妮，以后你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一定要来找我。我会的。那。 那我走了，拜拜。妈，叶哥哥，佳妮，妈，您的脸色不错，怎么样？今天好点吗？伯母，小凤，和我妈聊聊，缓和一下关系。妈，让小凤好好陪陪你，我和佳妮去那边走走。去吧。好的。走。祝您早日康复。我不喜欢你，也不喜欢你的花。你先跟李欢同居，又跟叶家同居，这算什么？好人家的女孩会这样做吗？伯母，我没有跟李欢同居，我们只是合租。佳妮才是适合我们叶家最好的儿媳妇人选，她的家世能给叶家带来帮助。一个贤惠、有美德的妻子，才是一个男人最宝贵的财富。你能给叶家什么？除了索取，你能给他什么好处？除了财富，我都可以做到。我们在一起很快乐。哎呀，快乐能当饭吃啊！快乐，非要说快乐，那叶家跟佳妮在一起才叫快乐呢。佳妮会拉琴，叶家会欣赏，你会什么呀？那个芬妮不是信誓旦旦地说她要嫁入豪门吗？在1个月以前，叶波已经跟一位真正的千金小姐订婚了。那么芬妮在干什么呢？芬妮在拍一部艺术片。何为艺术呢？就是脱。在网络上和小报上，她露点的照片登得满天飞了，还什么国际影星？真正的爱情是要为对方着想的，你干嘛不放手，要这样拖累叶家呢？可是叶家他并不喜欢林佳妮啊。哈，你太天真了。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爱情是不会改变的？许多人都有初恋呀。几年后谁又记得初恋？
哪个男人不娶初恋就不幸了？你还真以为有童话故事？真爱就是童话。你不相信童话，说明你从来都没有过真爱。我告诉你，在上流社会里，东西有级别，人也有级别。你配不上叶家。伯母，伯母，对不起，我来这儿不是惹您生气的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不管您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，我都要跟叶家在一起。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去领结婚证了。小芳姐姐，叶哥哥，他小风，小风，叶妈妈没事吧？委屈你了。没有，我喜欢叶哥哥，从小就喜欢，只要他喜欢的事情，我什么都愿意去做，而且我也喜欢陪叶妈妈您呢。还真是我们叶家辜负你了。叶妈妈干嘛这么说呢？我都明白，男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嘛，在外面跟女人玩玩，最终都是会回来的。爸爸跟 Uncle 不都是这样的吗？佳妮，放心，我一定会达成你的愿望的。你要知道，一个女人只要能够坚持付出，男人最后一定会动心的。他现在还在留恋那个女人，但是迷恋终究会淡去的。别灰心，继续坚持，我们一定会胜利的。既然叶家这么不懂事，我们就来点手段吧。什么手段呀？生米煮成熟饭。妈，大哥大嫂，哎，妈，您说您这出院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我好去接您啊。坐，快点过来坐。什么事儿啊？看样子你挺忙的呀。这有什么好看的？空穴来风的事。都证据确凿了，你还说什么空穴来风啊？今天是你爸不在，你爸要在的话，作为大哥啊，我真得劝你几句。这种女人何必为她伤心呢？她就根本就不配进我们叶家的大门。三弟啊，你在学术上面确实比较专业，但生活经验还是少了一些。识人不明也是有的嘛，但是不必为这种女人去烦心嘛。这个李欢，他就是个瘟神，这种朋友啊，不要也罢。三弟呀，像这种不惜福的女人，你要她干什么呀？你就赶紧跟这个女人断了吧，免得让她继续破坏你的名誉。人家喜欢李欢，你就让她跟李欢去啊。我们林家的这个合作方案马上就要确定了。林佳妮多好的女孩啊，你和她才叫般配。般配，大哥。可是我最不喜欢的，就是别人干涉我的事情。那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丢的不是你叶家的脸，丢的是我们整个叶氏家族的脸。幸好现在还没结婚，还来得及。叶佳，对不起，我有些事情做得不对。小凤，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？你不肯心安理得的用我的钱，却拿了李欢的200万。我妈本来就是一个极为好面子的人，她本来对你就有成见，
现在报纸上、网络上全都是你和李欢的绯闻，你这不正是授人于口舌吗？叶家，我知道我做的不对，可是你怎么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我身上呢？本来错就在你。叶家，你也有错啊！你要是一个普通人，不是什么著名的学者、豪门公子，谁会把这条八卦无休止的报道下去？我要是一个什么张三李四、王二麻子的女朋友，谁会对这件事情感兴趣啊？所以什么呀？所以错都在我了。你当然也有错了。还有，你都连续几天不回家了，你躲着我，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你这叫家庭冷暴力。什么冷暴力、热暴力？我哪有躲着你不回家了？反正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许不回家。肖兆业，待会儿你就坐在我旁边，记得别乱说话啊。好。赵先生您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冯峰。哎，请坐。这个是饭店的一个转让合同，我已经签过了，你看一下。我看没什么问题。好，这份给你。哎，好。这里是5万块的定金，你数数。啊，其余的钱我会按照合同逐步的付给你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那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哎，你们聊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姐姐，你拿那么多钱给那个人干嘛呀？那个是定金，刚才那个人是饭店的老板，他的饭店不做了，所以我就把他盘下来，饭店就是我们的啦。姐姐，咱们要饭店干嘛呀？做饭啊，卖给别人，赚钱啊。啊，那不是下人做的事情吗？现在这个社会，不分高低贵贱的职业，只要是靠自己双手挣来的钱，都是高尚的。哦，我打算给饭店起一个名字，你帮我想想看。那我要算一算，首先要吉利。姐姐，我给咱们饭店写个牌匾吧。你写牌匾啊？站住！站住！还我姐的包！别打我！还给我！肖兆业，高伟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！你居然去抢劫！我好饿！你怎么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啊？肖兆业，快点去买点吃的。好。高伟，你不记得你以前是皇帝了吗？你居然抢劫，你有没有点羞耻心啊？姐姐，我好久没吃饭了，他们又不给我钱，我只好去抢了。你身上没有受伤吧？姐姐，没有，吃的来了。快给他拿吃的。慢点，慢点，别着急，都是你的。高伟，怎么就你自己啊？其他人呢？各位大爷行行好，赏我们口饭吃吧。赏我饭吃吧。姐姐，谢谢阿姨，就在前面，到了。哎，你们看谁来了？看谁来了？哎，大爷，大爷，别拽我呀！松手！大爷，大爷，哎，松手！姐姐来了，快进来了，姐姐来了，给你，姐姐，姐姐，你终于来了。你们怎么搞成这样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姐姐，那帮女人实在太可怕了。姐姐，她们太可恶了，她们把我当马骑，抽我鞭子。她们一个个都如狼似虎，没有几天，
我们就骨瘦如柴了。你们是不是都几天没吃饭了？快给他们拿吃的。好，快！来，你的面包，来给你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再来一个都有。喂，来，李欢，别提了，我头都大了。我找到那几个小暴君了，他们有做乞丐的，还有做贼的。还有更糟糕的事呢。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昨天我接到了收容救济站的电话，说要给我送俩人来。我又没有家人，你也没有家人，谁在救济站啊？一个浮生，一个慕容熙。他们怎么也跑出来了？我告诉他们2个地址了，他们一会儿就会过来。听说他们俩情况还挺糟的。他们究竟跑哪儿去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救济站的人好像来了。姐姐，我要跟你们走。姐姐，是不是浮生他们有消息了？对，他们现在在李欢家里。你们跟我去吧。您是李先生是吧？啊，你们好。你好。你俩怎么样了？他们俩刚从黑煤窑里逃出来。问他们是什么人，他们也说不清楚，光说自己是古代的皇上。幸好这大个儿还记得你的电话号码。谢谢你们了。好，你们俩跟我走。管家，过来。哎，来了。先生，你带他们进去清洗一下。他们，先生，这个怎么了？我说的话听不到啊？快啊！好，是。这里就是孝文帝的家。天哪，我们这么苦，他却天天过得像皇帝一样。哎，我们同样是皇帝，凭什么他过得这么奢侈？简直没天理啊！这一切都是人家自己挣钱得来的，你们要是有本事，也自己挣钱啊！你们几个说说，最近都遇到了些什么事啊？浮生，你先说。我们从青楼逃出来以后，遇见一个大叔，他说管我们吃，管我们住，结果那个人是个骗子。那个骗子把我们卖到一个偏僻的山村，给人家当儿子，还强迫我们干什么呀？他们那里都是女人，他们强迫我们跟他们插插圈圈，说是要生个孩子。我们实在受不了，就跑了出来，跑到一个城市流浪。我们流浪没多久，就被人盯上了，被卖到一个很远的黑煤窑。到了那里，我们开始没日没夜的干活，每顿饭都是加生的，还吃不饱。他们那群人拿着皮鞭、电棍，我们哪里干不好，他们就打我们。我们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天热的时候，有些人全身都流脓了。他们怕互相传染，有的人还没死就被活埋了。我们逃跑了好多次，但每次都被抓回去，而且一被抓住就是一顿暴打。你们看，那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？那天监工喝多了，我们才能逃出来。天哪，他们到底是魔鬼还是人呢？浮生、慕容熙，黑煤窑的罪行，你们以前也干了不少，你们现在应该对自己以前的恶行感到羞愧了吧？我再也不敢了。看来是我们的报应啊！姐姐，黑煤窑到底是什么暴君啊？他们这么做，没人管他们吗？黑煤窑的危害，跟你们这些暴君的恶行，完全可以媲美。千百年来，人类对同类的折磨和摧残，才是最令人发指的。你们要想在当今社会上生存下来，不被人欺负，就要自食其力，靠自己的双手和劳动去挣钱。姐姐，我们能去做什么呀？对呀，我们能干嘛呀？我即将开一家饭店，正好需要帮手。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可以留下来；
如果不愿意，我也不勉强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，我俩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姐姐，我们愿意。我愿意，姐姐。我愿意。哎，李欢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先回家了。我送你。别了，他们几个就交给你了。好吧。姐姐。叶哥哥，佳妮，我来接你，跟我和珊珊一起去唱歌了。哦，我不去了，我又不会。一起去嘛！珊珊好不容易拿到了美国 ART 的入学通知了，晚上我们要一起去唱歌。你每天在办公室那么累了，偶尔放松一下嘛，好不好？走啊！来，小美。易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不开心吗？是不是因为小凤姐姐的事？你跟小凤姐姐吵架了？她是不是跟别人在一起了？佳妮，不要胡说。我和小凤好着呢，小凤是不会喜欢别人的，她是我的唯一。叶哥哥，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挺笨的。她是你的唯一，可是你是她的唯一吗？每次只要李焕英有事情，她就奋不顾身的像火箭一样的飞过去了，这样子你值得吗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一个女人。如果一个女人真的很爱一个男人的话，眼里根本容不下任何东西。叶哥哥，其实有时候我真的挺羡慕小凤姐姐的，你对她这么的好，要是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好的话，我死也不会放开他，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直跟他在一起。佳妮姐，该你了。好。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，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。冯小姐，把菜再热一下吧。一家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好，我再去热一下，热好了您先吃吧。叶哥哥，别喝那么多酒了。哎，佳妮，你别管我了。你别喝那么多酒，对身体不好。要不然，我跟你玩游戏，如果我赢的话，你就喝酒，好不好？好。睡的人就要喝酒哦。来敲大脚吧。2，耶！喝酒。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，束缚我在沙发里。相爱没有那么容易，没
叶佳，你快回来了吗？小风，我们还是好好想一想吧。叶佳，你回家吧。如果你不愿意看见我，我不会妨碍你的。我走就是了。喂，叶哥哥，我帮你捡。喂，小风。叶哥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